歡迎光臨中環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校務中心、入閘機、月台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校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下層之樓梯。到達下層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校務中心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校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下層之升降機。到達下層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校務中心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下層之樓梯。到達下層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下層之升降機。到達下層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要前往柴灣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四個分車口右轉，再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往柴灣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四個分車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五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堅尼地城方向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右邊為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四個分車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五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堅尼地城方向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右邊為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